迪比利唔打機就無敵，簡迪回歸變最強防線，一齊起底法國隊最癲世界盃陣容。門將麥治蘭，法國零封之王撲12碼，率高到令人絕望。如果上屆世界盃門將係佢把關，法國隊可能一早奪冠。右閘古迪法國，蔡徐坤足壇最潮男人，巴塞雙馬尾戰神，國王杯絕殺，皇馬一射入雲，就算被迪布尼卡住都絲毫不怕。左閘靴南迪斯兄弟嘅迪奧，曾經係米蘭復興基石，如今去咗沙特。20年世界盃，佢仲係阿哥盧卡斯嘅後備，細佬而家已經扛起咗法蘭西邊路大旗，中堅烏柏美簡路卡塔爾世界盃一戰封神，能夠單防拿達路飛鏟，美斯限制利雲，盡顯恐怖實力。沙列巴世界最貴中堅後力，阿仙奴可以將夏蘭特撞到趴低，被麥巴比爸爸由前鋒改造成後衛，卻反過來單防麥巴比。中場闖亞文尼，皇馬格鬥高手，最近亞諾憑一己之力將佢練成普巴加維拉。進攻有石破天驚穿雲箭，防守時食啖大蒜，伸出條脷俾夏蘭特當頭一抽。查基英超魔術師完美接班迪布尼，創造力瀟灑自如，係繼基沙文後法蘭西最花巧嘅劍。簡迪歷史最強防中俗語，話除咗古圖爾斯製造嘅綠帽天下，只有過唔去嘅簡迪。如果上屆有佢冠軍，仲未定係邊個嘅？但一定唔係嗰個誰嘅。有人分唔清佢同文尼，其實好易分，因為一個係磨砂面，一個係光面。前鋒杜埃法蘭西新一代超跑無前搖，直接突破有尼馬味道。我哋見證19歲嘅杜埃極速內切入死角世界波。人稱法國小黃躍動，但係想同國足黃躍動交手，至少要鍛鍊多4年。迪比利無翼足，用邊隻腳射波，邊隻腳就係慣用腳。只要世界盃前冇新款遊戲出，佢就係無敵嘅存在。巴高拿左路爆破，手邊路通天怪標青版，麥巴比爭幫大巴黎雨夜斬曼城。佢咁努力，可能就係為咗有朝一日可以追上獨一無二嘅你。奧里斯拜仁瀟灑歌球風似細哨，組織似列貝利，射門似洛賓，助攻勁到連積信都破門。天才邊路魔術師搞到對手只能夠食佢尾氣。除咗當年新尼，好難有人單防佢。麥巴比2億身價，覺得貴你嘅問題。18年橫空出世似大反派，22年用97秒令總統振臂高呼，26年麥巴比要交完美答卷，否則老師又搣耳仔。只要神龜個頭唔突出，越位線被當成迪布尼擊，可能打破高路斯16球紀錄。轉眼麥總已經28歲，別讓金球獎等太久。